中華鹿港一間廢棄的工廠今仔日發生火災，也因為內底囤大量的廢棄物，佮加上風真透，所以這火勢是真猛，烏煙嘛衝真懸，加在是無人傷亡。不過這導火原因就要閣調查。鐵厝工廠全部燒起來，真大火焰衝甲半天懸，幾落公里外就看得到。彰化縣鹿港鎮崙尾巷一個無路用的工廠，70早起11點外傳出火災，因為廠房內囤放真儕廢棄物，佮加強風，互火一個燒起來煞未收山。消防局派真儕人甲車到場拍火。它在中間的廢棄物那個起火燃燒的，然後有往前面倉庫內。那個大量的廢棄物這邊做一個燃燒，現場那個緊鄰那個台61線，我們立即有通知警方來做一個交管，也有部署車輛在上面來做一個滅火，做一個防護。火災現場是3連棟的鐵厝工廠，總面積900平，其中600平攏燒去。消防隊員為3個方向同步搶救，除了用怪手開烏，嘛佇瓦近的台61線西濱快速公路布水線阻擋火燒炭。不過當地代理里長是講，這個廠房早就停業斷電，唔知影是安怎會導火燒起來。無會做啊，伊個嘛有斷，伊個台電的來講，伊內底有斷燈咯。因為現在全面燃燒中，我們人員也沒辦法太靠近啊，所以裡面到底堆什麼東西，其實我們現在也沒有辦法接近去看啦所以我們現在主要還是做那個空氣品質監測。大火佇70下晡4點控制，不過一直到尾仔5點，現場也閣佇做暫火處理。環保局嘛派員到現場監控空污情形，雖然無發現有毒的氣體，不過測到 PM10數值已經達到105。針對廠房內所囤放的真儕廢棄物，是毋是有合法？也閣有廢棄物的來源，環保局攏要進一步追查。記者採訪報道。